屬馬嘅朋友，2026係你哋嘅本命年，而且係55字形，即係代表咩？代表今年你最大嘅敵人唔係人哋，而係鏡入面嘅你自己。所謂字形就係自己揾自己麻煩。明明啲嘢好順利，你偏要轉牛角尖；明明冇人搞你，你又覺得全世界都對你唔住。今年最可怕嘅唔係運氣差，而係嚴重嘅情緒內耗。但係唔好灰心，事業運其實強到爆。大吉星將星入命，代表掌權升職做阿頭，加埋金句財星，你個財富係滿㗎。今年係標準嘅升官發財，但心入面唔快樂。不過身體要千祈小心。本命年犯劍鋒，代表容易俾金屬利器整親或者車禍開刀，加埋伏屍，健康容易亮紅燈。揸車記得一定要慢，唔好同人爭快。想化解血光之災，聽我一句勸，年頭主動去洗牙或者捐血，等身體受少少皮肉傷嚟應驗咗劍鋒嘅殺氣，呢招最有效。送個2026屬馬生存法則俾你，放過自己，注意安全，你就係大贏家。屬馬嘅朋友，今年準備好做個快樂嘅有錢人未啊？關注我，下一集同大家講講2026年同太歲六合貴人運爆棚嘅生肖羊。我係吳富容，專業研究數字能量，亦都係數據形象力創辦人。